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幸福。从此，我们不到黄泉，不相见。不，到了黄泉，也再也不见。姐姐，你还好吧？我们回去，走。姐姐，上车吧。爸，叶佳，事情过去那么久了，该忘记就忘记吧。男人啊，不要总陷在儿女情长当中。可是，终究还是我辜负了他。叶佳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应当知道，古往今来，没有哪个伟大的成功者不是孤独的。你把你的聪明才智浪费在爱情上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叶佳，我现在做的这个研究，对整个人类来说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。来吧，和爸爸一起改变这个世界。刘玉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姐姐，就是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。有一家网吧老板找我去干活。去做什么呀？玩家。玩家？啊。可靠吗？可靠啊，我经常去那里打游戏的。那你去吧。姐姐，你同意我去了？为什么不同意啊？你玩游戏是一把好手，
如果将玩乐发展成一门职业，也挺不错的。去吧。姐姐，对不起。没有什么可对不起的。希望你能发展得更好。谢谢姐姐。老板，老板，我来上班了。哦，走，上楼。哎，你看着点啊。这边。哎，老板，咱们不是要去工作吗？怎么来这儿了？走，快走，玩去！别追了。遥控器。李大哥，李大哥，谢谢你，救命之恩没齿难忘。这件事情，谁都别说，千万别告诉冯峰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他们是什么人啊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他们是来抓我们几个皇帝的。这么说，慕容熙、浮生、刘子业他们已经被抓走了。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们啊？我正在调查此事，记住，这件事情一定别告诉冯峰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们仨还真是白痴啊，连个小屁孩子都搞不定，让我向老板怎么交代？老大，你是不知道，人本来已经抓到了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。啊？那两个人，他们很厉害，我们打不过呀。他们什么人啊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长什么样总该知道吧？那两个人，他们都很高，其中有一个看起来很面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对了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呀，好像是那个股神。股神啊！妈的，离婚又是你！老大，吃点东西吧。你这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身体这样下去，受不了。何宇，你也走吧。当年，如果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恐怕早就死在别人刀下了。我这条命，都是你给的。峰峰怎么样了？冯小姐自从把书卖了之后，人也精神了好多。她和猪猪经常去逛逛街，看看婴儿用品什么的。继续跟着他吧。这你放心，老大，她现在很安全。我不在的时候，还有别的弟兄保护她。对了，今天抓刘玉的那个网吧老板，还有那两个帮凶，看来身手不凡，并不是一般的大手。是啊。上次袭击我的那个人，有没有什么眉目？有眉目了，道上弟兄查到了，这个人叫蝎子，神出鬼没，心狠手辣。蝎子，蝎子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
也许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错误。这什么地方？跟我来。老大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么神秘。老大，那把剑在动。这剑上的丝丝血迹，是当年我用它在冯峰的脖子上留下来的。经过了1000多年，这血已经变成了青红色。我每天晚上梦到的，就是这把宝剑。老大，这就是你那天提到的那把宝剑。对，鄂宇，如果我跟你说我是1000多年前的古人，你会相信吗？老大，这怎么可能？你还不到30岁，开玩笑吧？我是从1000多年前穿越到你们这个时代的。您说什么？当年，我突然消失在莲华山，御林军找不到我的尸体，就把我的衣冠还有这把宝剑合葬在了棺材里。3年前，叶佩发现了我的墓。拿到了这把剑，1000多年到现在，什么都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有我和他。我最近感受到他在呼唤我，他既然有这种意图，说明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他是我的，我要把他带走。这把剑钝了，如此靠近的时候，应该掉下来一缕。
我累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。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